Hello， 大家好！《塔羅秘密力量》呢本書咧已經出版咗咯喎，咁你哋咧可以去到各大書局嗰度買啦，希望你哋會中意啦。2014年8月獅子座嘅運程，咁我見到開始嘅時候咧，你已經個心裏邊諗咗好多問題，或者諗咗好多唔開心嘅嘢。點解咧？因為你事實上你係好堅持你自己嗰種嘅做法，或者嗰種嘅想法。咁啱，你亦都有啲同事 support 緊你，覺得你嘅 idea 非常之好喎。咁但係事實上，你嘅 idea 對於一啲唔認同嘅人咧，似乎就出現咗好多衝撞，因為佢哋見到你所提出嚟嘅 idea 咧，只不過係將一啲舊有嘅方法，將佢重新包裝過，包得靚靚地，好好睇。咁你自己都知啊，可能呢啲舊嘅 idea 或者方法裏邊，其實係有啲問題嘅。不過你又覺得唔係，我做到嘅，我可以突破到所有問題，我可以咩都解決到嘅。於是你夾硬苦撐去做，因為你不斷喺度 sell 緊話俾大家聽，我而家嘅方法就係付出最少可以得到最大嘅回報，你哋一定要撐我啊！點知道咁上下，差唔多去到月尾左右度咧，你啲同事就發覺，咦，你流料嘅喎，你講嘅嘢唔係嗰回事喎，開始慢慢會離棄你，所以去到最後，我見到你出現一種苦撐嘅狀況。如果翻返轉頭睇咧，我可以咁話俾你聽啦。其實你試下聽多啲佢哋嘅意見，或者聽下一啲同你唔一樣意見嘅同事，其實佢根本就會見到你嘅問題所在。你放低你嘅面子，聽完佢嘅意見之後，先再重新出發啊！其實會幫你解決咗好多好多無謂嘅問題，甚至會令到你同反對派嘅一啲嘅意見啊，或者一啲唔同意見嘅人，可以令到你同佢哋嘅相處溝通會有更加多嘅明白同了解。咁可能喺將來嘅工作上邊會幫到你更加多嘅嘢㗎。所以咧，我諗你放輕啲啊，唔好咁執着啊，希望幫到你。